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福喜来的，我是吴依勇。因为大部分的乡亲如果好去游览去旅行吼，不过有人团旅行对伊个意义可太多，韩国多人生活。我哋今日的来宾呢是一位表演艺术先生，26年前呢，伊去到美国的太空短期进修，对伊呢有巨大的影响。伊咩去过的42个国家，更加伊睇台南咩好级个宗教书，伊个课呢咩忙伊贴拍到一团。世界第一教室，每团教室带向世界。今日都邀请伊来同我们分享，欢迎刘淑菲先生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台南還有教國中的劉淑慧老師，係教我係表演藝術。韓國老師的綽號咩？個貼拍係咪？係，我學生都很愛慧姐，因為就是可以幫我們擺平所有的事情。係哦，大姐頭，大姐頭的感覺啊，是。老師係哪位人？做得同我哋小解一下你嘅背景。好，我係屏東的豐田人，尼埔的豐田人。從細都係貼三代同堂的家庭裡邊長，出生，然後睇我同阿公阿婆一齊傾下係。嗰時候對我來講，都係客家係啲唔單止係我嘅身份，嘛係我嘅花式，嘛係我嘅故事。從細都係嚟睇客家嘅文化裡邊睇嘅。唔過我哋怕陸強陽吼，讀大學嘅啊，就離開家鄉嘅。唔過離開家鄉以後，我常常還是會想到我自家嘅故鄉。特別可能我嘅阿公阿婆一定都係嗰段嘅時間喺上嘅2年都係過身以後，我那開始去個想養一陣。嗰時候我都想講，有一年啊，就是想講回去自家樓下去看一陣，然後去行一陣晚上，而且行嘅路嘅時間，嗰時間我想到講，我細時都冇想過。那阿公做媽經常係講客話，嗰時係唔掂。我將係行過去，一旦行過嘅路嘅時間，我如果講到講提的，要到伊靠近，要到伊貼近一旦過去嘅身份時，然後講到講語言個客家話真係個重要。嗰時唔掂，人開始不懂事，我睇以後，然後講到講要係一個重要嘅。傳承啊，其實因為我哋算係同輩嘛，唔過我同阿公阿婆講冇按到緣分，嗰時候我就想講，我以前去到台北的時間啦，太好邊樣，人同我講，客家話唔驚係咧，我係想講。咁有，我係想講，我哋聯絡啊，女僕嘅路行睇講客家，唔過萬世路安尼嘅經驗，就係阿公阿婆就會同講，也個客家嘅語言啊文化個傳承安尼。唔過唔講係阿公阿婆過身咧，想到講，也個自家嘅母語係個傳承嘅，家下係一度歲嘅時間。嗰時間講30歲嘛，30歲我40歲時間，40歲左右。嗰時間我都一定咧喪禮嘅現場，我都用客家話去出發去演出一定咧一輩子。嗰時候佢都係一定2年有90歲到100歲嘛，嗰時候都演了200歲人嘅故事，我用說故事劇場嘅形式，全部講客話，個上台表演一定咧人生嘅故事。因為一定從2次世界大戰開始表演到近代。嗰時候嘅中間咧，佢像一篇一篇同去講廿項迄個過程啊，都會一堆同去講講項迄個，然後發現那個，當我等天去演別人的故事的時候，你才知道說去講文化嗰種嘅傳承跟使命。你會講到講，做乜嘅其實一定係我哋講客話，然後但是我提人故事講下來時，睇下面嗰度參加上你的錄影噶，全部已經叫死。按貼片按有心的吼，我係錄2年冇生冇，而且我為了做一點的故事的腳本，其實寫嘅錄一個禮拜去訪問的大概70人嘅人，寫嘅他4萬字的文本，講到第一點的人聽的故事，我其實人聽是冇一點，一點做一下，然後希望我講到怪可惜。
哇，佢难得的一个经验吼，嗰种对客家，因为都系问阿公阿婆的故事，就会韩国有感情吼，对阿公阿婆咪系，对客家咪系，啊，唔讲，睇阿公阿婆的丧礼会做一出戏，唔嘅背景系好一个嘢哈，我背景系，其实我演到迄套中文系，中文那边呀，系文学院。后来我有一套商学院，如果学行销跟新闻，后来再一套艺术，学戏剧跟舞蹈，所以我还跨文学院、商学院、传播，还有就是艺术学院。侬会跨按都按冇明明来讲到迄，应该迄讲对我来讲啊，人生会的不断去尝试、去探索、去发掘迄每个人的过程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都会随着因缘，那边随着缘分，我从冇去个设限讲我系慢人，我都想讲，一路向我更加想爱的，我都去做。嗰时候其实不管是文学、行销，或者是说表演，它都是一个同观众对话的过程，只是说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同观众讲一个故事这样子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唔会很难，但是都会一个东西很矮，一个嘛唔矮，因为我讲到矮就是像变形虫安尼，没有办法被定义。我矮如果是讲到人生更难得，你一天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我能可以去不断的去认识自己，讲到认识自己是一个好的礼物。嗰种老师就唔会同自己设限吼，唔想去学乜嘅，唔就会去潜来学安尼。冇错啊！我想讲，更加係一個階段性計劃，你講一個係行對一個有信心，某一天係前一章啊，係對心理輔導有興趣，某一天還會靠心理諮商師，不管都一度說啊，如講到身為女生啊，女人就是要性感美麗，然後要能夠。就是站得出场，但是也要能够扛得住所有的事情。所以各种来讲到，我可能到你有没有想象过啊？可能都70岁，可能还穿着细跟凉鞋，然后开那个游艇。刚刚会差嘛哈，好像你做什么事都合理啊。对对，而且我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啊。如果想讲我一天同样事情做的情况啊，如果去搞笑。如想到去搞笑之后，嘛该如去做莫行，因为我讲到人生路一百，人生短暂，值得精彩。Life is so short, let's make a difference. That's my idea. 我想法安尼啦。咁人家睇台南教书啊，同客家很有关系哈。有啊，因为我睇台南是，因为我做表演嘛，以前我会同舞团、剧团录下文案文本。过后有人家会邀请我去做导演啊、导戏啊，同样的作品都会在台上开枝散叶啊。然后讲透过的方式，愈团自家的故乡，那边自家文化，讲而且其实我有一摆，我讲到其实音乐也是一个重要的元素，那边力量。有一摆我谈到个法术下，伊个客家歌的啊，个曲调个优美，个而且我想到讲。我阿公阿婆晚上的世界，伊的那故事，嗰时候给出戏我都导得特别好，我都有特别有讲过，因为各种的舞者同演戏的表演者在舞台上工作的时候，伊的那他们好像就是在帮我说伊的那人生的故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刚刚有去甲上去表演吗？做幕后较多，因为我是忘词天后，做这种事情只好陷害别人。各位忘词哦，还要忘词啊，对啊，所以不要管他，反正我们就是在后面 QQ 喊你讲行公来行东来反正我等都会林志玲训练师，都同林志玲推上台等都贴下面，每一个都是我林志玲，我觉得林志玲就是我就是他林志玲的经纪人，所以我们不用上台，可是依然可以就是享受表演的那个风光，那你这个有冇表演欲哦？其实我表演老师明一路很好上表演本，看安内都好呀，我讲到做幕后其实唔会差，但是贴跟年轻的时候其实我嘛会贴台上啦。其实我也有贴屏东，像我的故乡贴屏东嘛，我曾经代表尼普熊去参加给黑珍珠小姐的选美，我还拿到第3名，那个可以算表演吗？对啊，敢去参加哦。而且之前马同公司合作过，就是台湾文学馆有个平路的一个东方之东的一个小说，我也去
当女主角，然后然后当完女主角之后就觉得不行，因为我很容易忘记台词，差点被导演给杀了。然后他们叫我演哑巴戏，走位就好了，我就说好 ，good idea。哦，我说唔嘅也表演嘅經驗咩，其實也喺度呢。只是講我家庭我上戲還是冇上戲，因為迄假是講迄題幕後方可能要整理嗰度文本的脈絡嘛，可是你喺台面上方，我想講，我用喺貼鏡頭前面說一個故事，我用同讓這個融入在個角色當中嘛，係啊，可是我的工作大概就是主持、演員或導戲，或者是訪問，安尼比較多。咁用我想講，我去教國中生、教細人咧去做表演藝術欣賞。以前我喺貼伯克萊大學時陣，我都唔想要做老師，我都想要逃走，明一路想逃走。不過後來我發現，時間過了20幾年之後，我發現都當老師喺我生命當中最大的驚嘆號。因為雖然講我得到嗰度獎，不過對我來講，我人生最大嘅收穫、最大嘅力量，並唔係講得到某個獎，而是我每一天的可以，今日等我學生嘅可以帶着期待的心情進入我的教室，然後滿意的笑容離開。That's made my day， 就是讓我很開心。這件事情我本來過痛，因為我講到也過有力量方，喺因為你可本人拿個安尼下天，然後貼幾片輕痛的時間，我都講到今日的過出的，唔係台方的我得到一道獎，而是今日的我都係認真的認真活過，因為他們更新了我的生命，我的學生。讓我知道我可以成為更好的人，我讓他們快樂。好嘅先生啊，就唔會猜伊得獎。不過好嘅先生有個會得獎啊，吼蘇菲先生呢，伊得到個石頭獎，還個藝術教育貢獻獎哦，也都係台灣過睇嘅獎哦。咁伊嘅課上來有乜嘅 tip 呢？我哋聊一下聽，過來繼續請教伊。我想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呢係表演藝術先生劉淑妃先生慧姐哈。好多先生有講到，本旦唔想去做先生，唔過去美國嘅伯克萊短期進修，對你有過大改變，到底佢有乜嘅魅力啊？哈，會對你安尼，因為大家假使掃描去查，咩查到先生會講到一些哈，睇幾篇呢一個經驗。幾篇都係學到嘅嘛，嘅本嚟影響安排啊。好，因為其實外國人強嘛，啊老師都有 Asian face， 都係亞洲的臉孔，所以老師都派來講去訪問矽谷所有100不同行業的人。100個。係，結果突然間。安排嘅重要喎。係，個明日我去採訪一個人，嗰個我英文要清查，要談唔成，咪班人家講佢講好無趣，我冇同講法咧。咁而家可能會想去嘅喏，圖書喏，因為我想講人生都會嘗試去做一個冇做過嘅事情，係每一年都會本出嚟去做冇做過嘅事情。過了後來有一擺採訪嘅經驗，都去訪問個流浪漢，個流浪漢都同我講，Don't ask me any questions, or I will kill you。唔可以問我，唔好再問我問題。如果唔可以再問我任何的問題，我都很遲的意。啊，真講，過個禮拜以後，我都想講，吼，反正如果本人遲的，冇得講誒。後邊我都去搭個美國，都搭便車去環遊美國。啊，有一擺如去那個迪士尼樂園，啊，嗰擺去迪士尼樂園係一個特別經驗，因為我同個司機都講。我哋都貼200號嘅個停車場見面啊，因為迪士尼樂園有一點魔咒，如果喺到深一點嘅時間，所有嘅司機都會變成小老鼠啊，然後所有的馬車都會變成南瓜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在12點之前，魔咒開始的時候，我都會請同埋司機。剛好迄時冇發現同埋司機，我被放生了，因為迪士尼樂園有200號的停車場有 A、B、C、D， 我只記得我跑到 D， 可是我的車子在 A 區。嗰時候
其实迪士尼乐园伊等都同来搭的400通天发哦，如一个等问饭店，咪还连饭店啊名片有寄的的，过来真等人家，然后就我贵没唔对贵的，嘿，过一等后来终于同来青东来饭店，过上来一辈子都感谢迪士尼乐园，而且还讲到只要你走出去，全世界人都团团说，还都冇，或者路一路也勇敢诶，而且还可以旅行的时候还凑过多差的，又凑过嘅露营车，又凑过连接车，又凑过卡车嘛，凑过脚踏车嘛，凑过哈雷机车。啊，咪等人同我讲，莫再上来查哟，亲门样哦，我还是继续上。我连时查跟你如讲，莫搭便车，啊，我都搭便车，啊，讲做嘛不爱搭便车，都蛮个奇怪。哦，安奇妙，刚刚就还打白的事情，其实每一次好像都在训练胆量哈。对，一摆比一摆，韩国太档嘛呢。对，而且我如果讲到讲，给一摆的都发现到讲，其实世界是个太的，因为一种米用肉白用人嘛，啊，每一种人都有每一种人的身份的方式，嗰时候世界就被打开。嗰度还有另外一点，我讲到，其实最好的学习其实唔係貼課本項，我講到讀書冇嘛嘅，如果講讀嗰種嘅一本的書冇嘛嘅，真實的人生係去讀人。去讀人，去閱讀人，嗰種係更有價值。嗰種我都講到講，應該要行出真正好嘅教師，好嘅學習應該要行出教師，同教師的人帶出去，阿媽同老闆人帶入來，然後係一個真實的身份的教師，唔係這樣讀書的教師。就是因為按到嘅經歷，嗰種路上講愛同世界帶入教師。因為我嘅夢想都係講，我可以。我係一個旅行魂不斷放大的女人，沒有辦法被定義。嗰時我都想講，我可能同時，我教師變成一個明一天上班路，長天旅行模，都係教師環遊世界嘅觀樣。嗰時我都想講，我都同去邀請各種嘅國際背包客、國際學生團、國際志工，都係好教師講一段嘅人生嘅故事，講一段國家嘅表演藝術，講一段嘅突破人生嘅各種嘅。困境的故事，嗰時候遇到學生啊，睇呢，我見餃子啊，遇到學生啊，睇喺度講，我喺邊睇係嘛安尼，嗰遇到學生啊，看了以後講，哦，剛才有一年，我嘛可以做安尼嘅，嗰時候伊等後來睇嘅時節，伊等因為在軌道來教授，伊在講故事俾伊等嘅學弟妹們聽，嗰時候伊會講到講，哦，原來伊咧好嘅，對伊等嚟講，伊咧好嘅東西係俾伊等看到出價，再是講看得到路背唔係講月亮就外國月亮就比較遠，其實伊就要看得到七家故鄉嗰度好嘅東西，嗰種係學生嗰度去徒步環島，伊就冇錢就去徒步環島，伊就有錢就去環遊世界，嗰時候行嗰度學生全世界各地去工作讀書，伊就攞過來講故事本，伊就學弟妹們談安尼。剛唔想愛像頭都講請國際背包客來，唔記得用嚟執行咯，一塊是用嚟請一等人。發現講有啲網站，沙發衝浪網站，然後沙發衝浪嘅網站裏邊有嗰度全世界各 type 嘅人，嗰時我都看一啲嘅評價 reference， 講我都提過，跟人可以邀請冇，啊我都提等講唔到我都看。的概念就是我都卡本很，啊，努到我來偏講打工換宿，努到我教是包吃包睡包玩，係啊，嗰路我會請嗰度志工的批人去教啊，還是做嘛嘅，然後我都卡俾人說戀愛朋友，如果唔係我朋友吧，都卡嘛我本來要求開發，對吧？這就是全部人就是一頭拉骨的人，我有上下游集團、產業供應鏈，全部人都。跑進去了，對，全部人都被嘎進去了。可是我覺得那個蠻鬼有趣，哎呀，等人親戚們啊，老人都身懷絕技啊。哦，嗰種唔係睇嘅網站紅鋪講唔能來台灣咯，係，然後來台灣，係能咩應該講一旦來台灣以後，那麼講等我教識講故事嘛。哦，伊哋已經來台灣咧，來台灣了誒，阿就冇伊哋講，我來玩。係。哦，咁伊哋有人，伊哋啊另一人拍就一口答應啦，哈，會講嗰個奇妙啊。有的人一口答應，然後但是我有被放鴿子的。然後放鴿子之後，我就只好就一百土耳其人放我鴿子，我就只好貼台上跳蘇菲旋轉舞啊！哎呀，因為放時尚玩家，沒辦法啊。但是啊，如果講到變就是人生的常態，你會想辦法去應變啊。開天窗的時候，你看要處理啊。哦，嗰時候都會請到也按到嘅冇溝通嘅人來，好常誒，哇，真的是眼界會規模溝通嘅好。因為唐都講嗰種人嘅故事，原來都會講
我当然想法就是讲，我有钱时咱可以去旅行，我退休以后咱可以去旅行。不过我讲到旅行，应该是跟人强是，将来人强18岁都可以是自助旅行的。啊，讲到人强去旅行，如像的酵素在身体里面发酵。然后越早发酵的话，你影响人生路越久嘛。你看60岁然后去旅行，你活到80岁只剩下20年。你20岁就去旅行的话，你活到80岁还有60年可以发酵，叫做改变人的人生。因为旅行本身唔会，我等路上讲我等去改变世界。不过我讲到后来发现到讲，迄世界改变来的，我本来就变得越来越好，变得越来越等着安尼。敢有听过按倒的故事，有嘛个感觉亲有印象的吗？我有印象啊！你讲到讲，伊等本来的观念都是，就是很会勇敢吧。因为迄行出去的时间，应该是讲，我当然唔敢行出去，迄因为伊等讲到讲，无人同向下行。不过唔知在想伊的问题，迄其实我同向下行的嘢都是半路风堵到的。同路人不会一开始就出现，同路人会在你路上的时候才出现。嗰种係上段的時候，如果哋講，我當然鐵等，你唔會孤單的。如果行了那條路紅，係一點，嗰時候同路人永遠就是在路上才會遇到。嗰天應該都會勇敢吧？你去講像對你去講有想要進步，你想要往前走的時候，一無所懼的時候，全世界都會來吞吞數。那從點都會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你應該勇敢的時間，都冇乜個好講誒。啊，所有的問題都會化解。如果像比如講鐵路卡，嘛會遇到地震嘛會生病，出去嘛係啊。不過當然講話出去會講生病，啊你貼台灣就不會生病嘛，對不對？好啦，想法。我覺得學生嘅上過嘅課，他會同其他同年齡嘅學生嘅想法會希望共用嘅。可能會變得有些點點小小。哦，就變嘛嘅就唔講。因為等老師就乖乖，嗰時候學生嘛冇貼正常。哦，學生嘅有本嘛嘅影響過詞咩回饋嘛？哦，一定我想講，一定可以有一年，一定嘛去做安嘅事情。像我嗰度學生喺度從全世界，像疫情嘅以後，我學生嗰度喺全世界各地工作嘛，啊無如何圖書，伊就都鼓勵講伊哋嘅故事。其實我都有一啲感想，都會講：昨天我是你的老師，今天你變成我的學生，我與你為榮。伊定都企喺台風。頭擺伊等喺捱學生，見到伊等變成捱老師，我都講到安尼時間，佢驕傲，係啊，都講到講，伊等 they made my day， 就是他們讓我那一天很開心啊。然後我又講到講，人的文化同教育也係有力量誒，只是比伊的文化視野，可是唔會比國泰嘅世界。其實我當然我因為講。我本身人呢，如果要全世界，可是其實唔是，你只要比世界嘅一啲小點心，一個小的視野，如果伊係有興趣嘅話，就會見白，會見台，係啊，今日都講嚟講去，個很棒的事情。人上到依法講，教育就係同學教嘅東西，就強調係有存嘅東西。好，就講我講，線上教嘅就係學生嘅可能都20年過後，還會提講佢嘅影響係乜嘅，難怪會講我個有意義。吼，我哋繼續聊一下個來請教慧姐吼，咁伊安尼嘅課，伊安貼派嘅課，伊用嚟備課喏，伊教材係乜嘅喏，我哋聊一下聽個繼續來分享。分享多種來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呢係劉淑妃先生，伊係表演藝術先生。頭頭咪講到，伊嘅課網易貼喺度，同世界第一教室，邀請過到國外嘅人，後來到台灣了嘅人來紹介伊哋嘅國家，韓國伊哋國家嘅表演藝術。頭頭有問老師講，咁老師要負責翻譯哦。是因為我一開始係去搞翻譯，又兼攝影師，然後又兼主持人。你們場上棚內所有的工作我都要做，結果發現太累了。然後後來我都訓練我學生去搞去堂，
然后去搞一翻啊，还真是全部堂子吧，都全班来猜看他讲什么，因为我们也读过各种没英语为母语的国家，然后口音很重，然后后来就只好比手画脚。不过也是一个tip的经验，因为语言目的没为了考试，是为了沟通。系啊。除了也到外国的人，伊们本身就系一种教材嘛。咁老师，你去给他表演艺术，你还会用来准备，你都用来备课啊？我会囤课本先看了以后，我存个课本里边去清楚比较有趣的话题，比方说像更加这时候其实各种风险啊，新闻点都风险来源。我先看国际新闻，第一点嘿，然后国际新闻看了等一下，我请到当天个有趣的东西。我开始上课时，还全英语上课，我大概5分钟的 opening 先讲以后，一等我要同个有，比讲像上拜登没走去乌克兰嘛，我因为中间有10个小时的火车是密不透风的，然后旁边有些窗帘，如果有趣啊，我用007的神隐任务，如果提用来发来讲。我讲冇学生我有兴趣，都上一篇开始讨论 opening 係第行，然後我講啊，等課本我想講，課本裡邊有乜嘅個戲劇性的，同拜登去烏克蘭一件事情，我唱嘅，啊等我從呢篇開始講，那當天就有一些有趣的視野，然後我切入到講哦，比講最近國際上發生什麼事情，然後比方俄烏戰爭啊，或者是說哦 ChatGPT 啊，還有抖音被禁啊，這是他們的有興趣的話題。講完的時間，你再導入講哦，像比方說表演藝術裡邊有各種的科技，怎麼融入在藝術當中？講到好嘅教學如果要同生態結合在一起，因為學生啊，他把伊的行出去嘅條路係個演呢，嗰種係比的好的視野，老師的視野會決定學生的視野，係比等好的格局，一個寫都底有安的東西，而且講你只要比一寫開東西，而且講會一擺整個世界，講到一路成功了，而且重點是一等係離開父母的老師的視線，一等可以做出最好的決定，講到一路係我哋送予最後的禮物，係啊。前按到外國人來到台灣，也今年就都冇可能嘛，吼。今年疫情呢，反而都很愛學生愛歸來。講話有做一個嘗試，講回頭客，我都同佢哋頭擺來講話教師等於，我都用線上，都一定，比講伊貼喺巴黎，都貼線上可以直播，然後一定講呢加貼烏克蘭，伊都可以直播一定嘅片，提用線上的對話方式來聊天。陽海目前做的就是嘗試跟練習啊。哦，哇，你真嘅就冇乜嘅限制呢？對，山不轉路轉啊，沒有在怕的，往前走就對了。就是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，你就衝過去，用眼路有機會鐵等等。重點係你即講唔可以驚講會發生乜嘅事情，重點係你可以想辦法去解決問題。係啊，因為像頭都講，我前面的講斯洛文尼亞人，後伊講嘅睇家堂唔識有用嘅吼。冇嘢堂嘅聲音，你講嘅點乜嘅發，如語言發系過奇怪，又加上東歐的個語系，講到後來才發現說，哇塞，伊係共產黨員，然後伊還坐牢做工，可是好像想講，坐牢不是很恐怖，可是後來不是，是因為伊嗰邊有文字獄。文字獄法，他就是因為他寫的書文人啊，然後就是被關這樣子，然後後來才知道哦，原來他呢，又是人生的另外一個境界啊，係啊。也會跟我講，本身人呢，佢寫伊就讀到安呢，因為咱開始出國人呢，如果讀到嘛，讀到嘅按到國家人，所以大家都講英文，有個人講嘅英文真言堂唔識啦吼，咁讀到安呢情形就會個緊張，唔是緊張啊，都比手畫腳啊，都提人同學生講。你們聽不懂，對不對？抱歉，我也聽不懂。我們大家一起來，來學習聽懂。那不然的話，他敢也比手畫腳啊。然後總是喺溝通啊，係啊，你溝通到他敢也可以了解，也唔係最太困難。講到係你有對一個文化有想要去認識伊嘅渴望冇？而且你用手機翻譯也可以啊，係啊。唔係當時你對一個文化對一個你唔會好奇的方，一定會想辦法解決問題啊。係啊，就像一開始去美國的時間，英文家還唔好，還可以去採訪100個人。係啊係啊，咩人嚟過來嘅？係啊，冇乜個好講嘅，路衝出去就對了，問題路上再解決啊。而且反正係講到伊個重要重點係我選自助，去個前屯去個探索，你能可以獲得人助，全世界都會為你開啟一扇窗。
然后天助，有可能老天爷安排啊，系啊，慢慢人会到人身边，然后用的人。像我的朋友一开始我讲讲啊，会赌咒这种啊，开放我们家得到德州电锯杀人狂。可是我就说，如果赌端的事情吧，都拿菜刀跟他决斗啊，也没有在怕的，不是吗？而且那个谁是，我们都是地基组啊，你还怕了，对不对？你家熟门熟路，你还比较熟悉你去嘎路卡嘛，何必担心朋友们有呢？可是你去讲，你只要你的心是为世界打开的时候，我觉得世界就会带最好的人到你身边。可是你假使讲也行，如果你个报数吧，马冇赌到个好人，系啊，个好人有收入老天爷早就预备好，我送本的。只是我想有想行这条路好吗？我还有想行这条路好吧？全世界人路系牙高士，全世界人路系牙的朋友，全世界人路热腾腾数，用牙人是讲。其实我起码行除了屯世界第一高士，你有要点多过来哈？如果想讲我高士我带向世界去，因为我讲到，你系想接受全世界的善意，你都冇去还愿，冇去给回报的话，就会变成业障。所以就是要回报 ，pay it forward， 就是把爱传出去。因为之前有那么多人来赞助过我的教室，所以我也想说我在全世界想要办免费的教室。我想我如去旅行的时候，我都会到全世界各地都会同爱学生的东西带过一起来交换礼物安尼。如果读动漫，也同埋交换礼物，讲爱学生的故事。我想我讲到一个嘛，个奇妙，因为要读到嗰度，个贴配的人，系啊。你就会一次如此修有的厉害。冇听过。就算把我放在一棵树下，我也是可以旅行一天。系啊，就是这种厉害已经变成我生命的态度，同神派的fon色，永远唔会掉啊。就算从来包在厨房，我还是可以在厨房里面阅读，我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啊，如果以旅行就是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动态的阅读，阅读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静态的旅行，所以无路而不自得。天麦中的环境里本来就可以生存，就可以旅行。网络铁阅读，系啊，比如讲还可以读有声书啊，来做家事什么的，可是跟不会阻止我想要旅行的决心。我就是隔天我来做一件事情，我都一定会去做。你讲我迄你嘅心本单就安尼。你嘅旅行让人体配，还是旅行有改变嘛嘅？旅行本来的改变会越来越靠近自家，因为从伊个全世界，你看想讲哎，全世界几万公里贴近比，都或者像以前的时候像贴台湾安尼进行，或者都更加都会全世界都卡富圈安尼进行。也中间迄聚光灯，你想讲在舞台上面聚光灯慢慢缩小，可是也旅行其实也认识自家，也靠近自家的一种的旅行。讲到从老辈旅行到底辈旅行，也如很人生的一种的历练，同人生的一种的过程。如果上书提下底辈，我想不管底辈的旅行、老辈的旅行，对我来讲如是人生的礼物啦。亚哈人啊，其实就归接出国嘛，哈，大家爱出去游览，其实就归简单的事情。如果不考虑疫情的话，哈，你刚我讲，甲配的欣赏应该咩等上去游览嘛，吼，去旅行啊，甲迄嘛个原因嘅 cover and 贴片咯。如果讲我哋咧人生应该系自家去定义自家嘅人生，不应该系别人去定义自家。我讲到都系每个老师可能都有自家风格啊，但是因为人家风格，嗰时候你自家会乐在人家工作。如果根本你在搞好唔係你自家风格，反正自家都会为别人而活嘛。那你的嘴巴就是你的人生就是长在别人的嘴巴上面。可是，一旦你放掉这个 release， 就是你完全解放。嗰時候也該如果你站出去，你就是可以很自信、很骄傲的說，也都很愛高吼，也都愛豐盛，哎呀，然後願者上鈎嘛，哎呀，講到也都是一種人生的一個契機吧。如果我看到唔去講，我一定去講係乜樣嘅人。人可以變成安尼人，do the thing what you want to do, be the man who you want to be。如果講去變成自己想要變的人，想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那剛剛講到喺人生當中最
好的相处吧。人家他感觉就很过有痴心啊，就很做自己的欣赏。不过人家中间刚有摸索的过程，你会有这种有挫折感的时间吗？有啊，意志力要很强大啊。因为大家都泼你冷水啊，大家都说不可能好吗？然后安尼根本香啊，系啊，安尼我用。但是我都讲唔怕咩，我做本人快，我做出成果真的，我谈爱人都同我谈，嗰时候不如嗰度灵魂伴侣，全部不如谈同我谈数接待客人，有的同我谈数请我有的同我谈数。打杂，有的同我谈数做嘛个。其实我讲到，我会做一个先行者，市场的先行者，我会做出牙的口碑吧。而且我会用牙真心去打动别人。你睇假使讲，这个贴领头羊路，畏畏缩缩吧，冇有冇相信啊？我会现在做出一个口碑，做出一个效果以后，其他人都会同共用，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 for fun， 就是一个 party。每一个人他讲也会希望你来参与，系啊。嗰时我讲到。不用害怕，反正你去吃的，咱解决问题就系的。因为冇可能讲，牙问题係貼舊的路坎都可以解決問題的。嗰道問題就係行出去以後，咱會拄到。你像講人家放我鴿子怎麼辦？啊，拄到共產黨員怎麼辦？你拄到還有人，我還幫人家處理這種那個租車有困難的，在台灣那個拋錨的，那怎麼辦？反正每個事情都可以處理啊，每個事情都可以做。可是我講到就是生命的禮物吧。就像你一開始講嘅，就是教書過後發現這個個人要教書，咁就像你一開始講嘅，都應教下去吼。係啊，都應教落去啊，唔知唔會讀到乜嘢。其實我講到。像有等於跟我講我都會廣結人脈，對嗎？可是對我來講，我講我講不是廣結人脈，因為學生就是最好的人脈。你今仔同學生搞好，10年之後就是100萬雄兵。你等你睇會唔會同睇數？看來學生全部從全世界各地回來，馬個有名好搞，馬個睇世界各地之後，馬個全部歸來，要唔係我最好的人脈嘛，我最好的口碑嘛。嗰時候我根本不用結交人脈，如果要等你去搞到歸來同我睇數啊，係啊。那呢？今日非常感謝慧姐同我哋分享很精彩的故事，多謝。謝謝主持人，謝謝各位觀眾朋友，我愛大家，啾咪。要真係慧姐的風格，多謝。各位觀眾朋友冇轉台哦，接下來談論欣賞好運通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